我今日咧就參加咗香港三項鐵人總會喺大美督搞嘅 Olympic Distance 三項鐵人賽喎。首先我都係要多謝阿鄭師傅車我嚟，冇佢啊，我又再要早多唔知幾多起身，同埋要自己 call van 入嚟，真係辛苦好多㗎。好，首先睇下今日嘅天氣，都好似麻麻喎，有少少微雨，你見我都着住咗雨褸。因為上年嘅經驗啊，又係因為落雨啦，導致啊我落水前 warm up 又未夠啊，落水後更加 warm up 唔到啊，直至游完水多人都係未暖喎。好，講返今年游水嘅賽程呢，都係同以往一樣啦，喺呢個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嗰度出發，圍住6個浮波游1.5公里啊，2圈嘅游水啊，話咁快已經游完。可能今年嘅水溫啊冇上年咁凍，所以感覺呢都係暢順同埋舒適嘅。咁睇我進入 T1 轉項之前呢，不如睇下啲小鐵人啊，佢哋上水嘅英姿真係好有型噶。我都期待緊我仔有一日將會成為小鐵人啊！不過希望大會唔介意用咗佢哋啲相啦。我都係想推廣三項鐵人，同埋等更多人認識我哋啫。好，話咁快嚟到單車嘅賽道啦，我哋都係上新娘潭踩嘅。不過呢，今年呢就冇單車賽道嘅 video 睇啦，因為阿媽同個仔呢啱啱先嚟到啫。其實呢係我叫佢哋晏啲嚟嘅，因為今年啊我參加賽事係第一組落水啊，5點55分已經開始游水，所以呢，其實而家呢個時間佢哋嚟到呢都未夠8點啊。好，講返單車嘅賽道，其實係踩4圈新娘潭嘅，同以往都係一樣啦。你見我落地之後呢，其實都唔算跑得好快啊。你見我個仔都追到我啊，因為呢，可能我第2圈已經踩到爆爆地啊。為咗跟人啦，冇辦法，而家就要玩啦。不過玩3項鐵人呢，就係好玩在變數夠多。游水快啊，單車同跑步你夠唔夠快先？你單車勁啊，如果冇幸運之神眷顧你啊，你炒車或者機件故障啊，都可以完唔到賽噶。而家到跑步嘅路段呢，就比較腳踏實地，真係睇你底子有幾多啦，或者睇你之前2項呢有冇用多咗力，導致到跑步會出現抽筋嘅情況啊。所以呢，好多人都講話3項鐵人呢係講求力量嘅分配。仲有啊，唔記得咗，而家係轉項，其實都係分秒必爭噶。不過呢，今日呢好似我嘅轉項就好似麻麻啦，係咪因為個仔喺度騷擾我啊？唔係，其實因為我想見到佢兩面啫。講真呢，其實我就好幸福啦，有阿媽同阿仔山長水遠入到嚟大美督咁早為我打氣啊！話咁快呢，離開咗轉項區呢，我哋就嚟到大美督條大壩跑步嘅路段啦。個仔繼續為我打氣喎，所以啊我都唔會鬆懈啊，因為呢，而家要進入第2圈嘅跑步啊，先至係真正測試你嘅體力仲有幾多。不過啊，今日跑步嘅路段啊，比以往嘅9點幾 K 更加短啊，只有8K4左右啦。但係呢，我今日都 keep 到4分09左右嘅 pacing，所以我都幾滿意嘅。可能因為今日天氣都算幾涼爽啦，只有20、21度左右，所以呢個8點幾 K 呢，其實我跑到半馬速度啦。我嘅半馬速度就係大概呢啲4分09左右啩。2隻咯。呢邊有幾多隻手指？2隻咯。冇收埋嘅。哦，8隻咯。你見我個仔呢，就而家對數學呢幾有興趣喎，開始背乘數表，玩手指啊。最主要當然係睇 number blocks 啦。不過其實啊，喺我哋玩3人鐵人賽裏邊啊，其實我哋個腦袋啊都係不停計緊數㗎。如果玩得精準啊，可以直情望住對面嘅跑手，例如佢比你跑快10、20秒啊，你就要預計下究竟要用咩 pacing 喺終點前啊，試圖去追到前面嘅跑手。介紹翻個仔先，其實呢，佢而家係教緊大家9嘅乘數表，唔知大家聽唔聽得明佢講咩啊？
話咁快呢，跑步呢已經嚟到最後嘅幾十米啦，我就望住拱門衝埋去啦。你見我呢，其實都差唔多用晒啲力㗎啦。不過呢，可惜今次衝線呢就好似冇乜跑手喺前後啊。可能啦，玩三項鐵人嘅人呢，近年都越嚟越少啊。定係呢啲人比較喜歡呢參加海外嘅賽事，所以香港嘅三項鐵人總會同本地嘅賽事呢，教授呢都要真係諗清楚點樣可以吸引更多人投入呢個運動啦。喺我嘅角度呢，我就覺得可以增設更多嘅獎項啊，例如而家出邊嘅跑步比賽啊，好多都可能講緊係1至10名獎啊。雖然三項鐵人呢，佢就可能玩得比較認真啦，頭3名先有獎嘅通常，所以呢，可以增設更多嘅組別，未可以做到同樣嘅效果。例如每一年就係一個年齡組別，小朋友其實都係想俾啲鼓勵佢啫。好，聽下賽後我有咩講先。好彩啊！我嗰組啲人唔見晒，淨係得一個鬼佬喺前面，所以咧落到第2組別。而家去攞車先。講真啦，其實對我嚟講呢，近年呢都時有機會呢企上凸台噶啦。不過呢，呢個都仍然係一個推動力啦，叫我繼續玩三項鐵人。先今日咧其實又唔係話要證明啲乜嘢。未有咁涼嘅 OD 啊，我諗我玩過。水溫隨時真係得20、21度，氣溫就真係玩好似玩到落19度添啊，應該19、18度，所以今日係夠晒涼，跑步係絕對唔關天氣事啦，差唔多都係自己單車可能第2圈咧跟咗啲快人，所以爆地，之後第3、第4圈慢翻嚟調整翻。咁跑步咧最尾跑35分。當然唔係10K 啦，好似得9K 都冇，一陣間再睇下。Hello， 點啊 ？OK 啦，好舒服喎，今日玩得係嘛？跑步好舒服，係嘛？前所未有咁涼啊！我就係話。游水好慢啦，你幾多啊？游水37、38差唔多。我跑步慢你少少咋？係咪啊？咁勁？睇下先。我36.15啊，跑步。哇，勁啊！36分10K 啊！超開心㗎。今日好似係 Happy Mother's Day 喎。其實係母親節，好彩我同個仔都有少少準備。我同我個仔呢，就準備咗呢朵玫瑰花送俾媽媽。大家小朋友，你又送咗啲咩俾你媽媽做母親節禮物呢？我相信各位偉大嘅母親呢，只要收到任何禮物啊，就算係一張好簡單手寫自己畫嘅卡啊，都會好開心㗎啦。咁快呢，就嚟到頒獎嘅環節，雖然呢，我呢個獎唔算係啲乜嘢，全場嚟講啊，其實好似我都排到第16名啊。不過人生啊，嚟到40幾歲仲有得攞獎，真係幾大嘅鼓勵嚟嘅。其實呢，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潛能。小朋友啊，我就覺得你呢都適合玩三項鐵人喎。不過一開始玩呢，你都未必會有任何獎項㗎。一定要好努力，總有一日你會成功㗎。最後加插咗呢段喺網上我揾到嘅影片，有野豬都嚟參加三項鐵人喎。哇，小心啊！